本土语言课程列做国中、高中的必修已经4档啊。不过有调查显示，讲高中生无论是对这台语教学的满意度，或者是师资的专业性，拢无介悬。到底是这教材上过困难，老师无够专业，或者是这环境互囡仔无想要学台语？咱来看伫咧台南师资培训的现场，做伙来探讨。 台下顶的台语老师咧示范笼统的美感，台下坐是有心投入台语教学的老师。这是台南市教育局休寒期间办的台语师资培训，协助在野的老师考过台语认证。各高中本土语正做必修课程，要4档啊。民间团体针对108课纲本土语课程调查显示，高中生对教学方式的满意度干那32.8%，那学生对师资专业性的满意度50.5%，两项数据。 拢无真悬，国字都看得懂，但是拼成台语很困难，听不太懂那个拼音。看了安怎？哦，做稿诶。美国中休寒期间，嘛培养囡仔台语竞赛，不过有老师发现讲，学生感觉唔是考就凊彩学，家长嘛无重视，所以台语这科就无放注重。嘛有校长认为，囡仔要学的物件伤济，所以放伫台语的时间就较少。要发展双语的政策，也要发展台语吼。其实伫这个 过程当中排挤着囡仔的学习的时间。想要办一个台语的这个福利社，台语的这个园游会，各种的这个活动，互囡仔会用伫咧生活当中学台语，嘛袂感觉讲学台语是一项足讨厌的代志。经过行政院2020年的统计，65岁以上有65%咧讲台语，6岁至14岁囡仔剩7.4%，囡仔的台语能力 愈来愈歹，就师培中心的老师认为，现书时的教材程度有较悬，无都符合即卖囡仔的台语能力。咱这个课纲是伫107年去定的，咱是用迄阵囡仔伊的台语能力，你甲经过10档了，咱嘛是搁用同款的标准、同款的理想去做，甚至伊会根据伊家己的理想，搁加较济的练习，这对囡仔来讲变成一种负担。经过教检甚至实习，伊可能就对一寡学校的运作，或者是讲一寡对囡仔伊的发展啊、伊的认知啦，可能就有更较好的这个美感。导师建议，上介重要就是有专业的台语师资，教育单位的演习嘛要互台语老师拢知影，因才会当去上课。社会无真侪人咧讲台语，所以希望社会爱提倡讲台语，互囡仔认为讲台语是真歹的代志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